世界万行台，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平仁。已经差不多10几天的立法院，即马就在今仔日5法就要来通过咯。民众抗议，全台湾是愈来愈多。除了抗议、合议，还有提出释宪，若是真正实施是进步还是倒退？咱今仔日好好来看现场甲讨论。首先，小介现场的来宾，头一位，公民监督国会联盟理事长詹建元。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第二位，国政基金会副研究员李正修。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那么第三位，台湾地壳咨询委员张国成。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那么第四位，东吴大学法检所公法组学生张武哲。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那么首先，咱来关心这个现场，在立法院内面，就在咱即摆录影的进程，差不多是4点15分左右，已经开始要进入了三读。咱来看现场的情形。全新实质结果由立法院司副总统或函复行政院院长，如被提名人未获同意，总统或行政院院长应另提名他人自己或函请立法院同意。第44条，全院委员会审查后，提出又会以记名投票表决，如经全体立法委员2/3以上决议，向司法院大法官提出弹劾案。第8章调查权之行使第45条，立法院为有效行使宪法所赋予之职权，得经院会决议设调查委员会，或得经委员会之决议设调查专案小组，对相关议案或与立法委员职权。好，咱即马呢，对这立法院内面所听的，有人呢，敢若咧念经吼，这就是三读。我想一般的这个民众可能过去也毋捌了解这种情形啦，就是一个法律咯，最后要出台进程，就是要有这个技术人员啊，一字一字啊来甲读出来，读出来了吼，就是这个法案吼，最后来通过，啊叫做三读。即摆显然看起来吼，这二读过去的修正已经拢煞。哦，煞大概头个，因了头下课啊啦，算做下课啊，咧放学啊。但是我甲你讲，即摆外面吼无要下课，外面已经开始咧揪人啊，尤其即摆差不多要下班啊吼。那么今仔日早起呢，就有人伫立法院外口呢，就有咧直接，那么要来抗议。那么尤其呢，国民党的党团总召啊，布昆奇呼吁总统赖清德要提出元首的气度。唔通煽动民众，民众党的总召吴国昌嘛批评民进党，讲传播着假消息，造成公民团体甲少年人的误会，讲即寡人啊人不无清。那民进党的党团干事长吴思瑶嘛表示，若要多数国会这款法案一定会当通过2读甲3读，民进党已经准备要申请着宪法改正。立法院议会2继续审查国会这款法案，调野各地交锋。国民党立委先伫议场门口排班占位，透早7点就到抢入场，真侪为难委顺利占到主席台。国民党党团总召布昆奇也发声，总统赖清德提出元首的风度，卖个鼓动民众。赖总统，你从当选到现在，跟所有的在野党完全没有任何的接触。沟通询问，这不是一个国家元首该有的格局跟气度，应该尽速的召开国事会议。对于场外有非常多公民团体或者是年轻人，他们因为受到民主进步党所散播的假讯息而迷惑，或者是产生误会的，我们也都很负责任的跟大家进行说明。吴国昌批评民进党继续散播假信息，让中外公民团体甲少年人产生误会。立法院表决前进入第4回合，拿力伫议场内挂满标语的布条啊，双方继续化口和拼阵。拿力也为着原地排伫第1案的再生医疗法草案，互拿北变更议庭，爆发激烈的冤家冲突。
立法院预备继续处理藐视国会罪等条文。9点议会开始了后，立法院长韩国瑜拿主持仪式，高雄乡祝民进党团干事长吴思瑶生日快乐。报告院会，今天是我们吴思瑶委员过生日，我们掌声跟他祝生日快乐。谢谢韩院长的生日快乐，但是我们希望从他嘴巴说出来的是退回重审，说要坐回座位，使用表决器、表决卡。我们认为这是鳄鱼的眼泪，蓝白联手，他们要的扩权内容法案都已经被举手表决通过了。针对鲍君奇表示，未坚持举手表决，南北党团已经签署坐伫座位持表决器，希望民进党会使加入，让议事顺利进行。不过吴思瑶批评讲是酷鱼的目屎，也表示已经做赛后申请释宪的准备。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讲哦，今仔日一天到咱即摆录影差不多即要4点半吼，已经开始即个结局咱就会当预期啊。但是唔知是立法院外口还佫会发生啥物代志。但是咱就看了即几天吼，伫即个舆论顶头已经出现了法律学者联合声明啦，即真侪人哦，差不多50多位吼，喺内面写吼，讲本次国会5法之修订。涉及到立法院甲行政院之职权关系，涉及到公务员甲一般人民重大权利之限制，设置伫585和解释文暂经声明，如就各项调查方法所规定之定序有涉及限制人民权利者，必须符合宪法上比例原则、法律明确性原则。以及正当法律定序之要求，这法律学者。另外，关于到人民是否会当拒绝出席、拒绝陈述、拒绝提供资料等等，该涉及人民之人身自由、表现自由、资讯隐私权、财产权等宪法的权利及目的范围手段定序保障与救济。经详细经因是详加详加规定，这也拢无。伊讲本案法案显然不足。那么伊讲以后会产生真侪争议甲问题。如果拢有重大差异，无法度直接来移释，这就是讲你若各国的这个制度无法度直接摕来用啦。这个仓促立法就是紧急来立法袂当顾及到宪法的宪政的体制尤其咱宪政的体制是5权，咱个权力的平衡，那对于人民甲官员的基本的权利过度侵害，造成宪政体制的混乱所以因呼吁讲不如行使着复议权退回立法院重启审议。龚督明理事长，您对着这个声明，您的看法？基本上，这拢是我的同仁啦、同事啦，因为我嘛是伫大学教这个法律，所以这个观念我是完全赞成，即嘛是讲伊结论啦，退回这个立法院，按照咱的宪法的规定，立法院以多数通过嘛是当维持对，所以要根本解决这个问题呢，应该是咱外口的。群众包括阮广东盟，我起码伫立法院外口，我们压力，即马若是讲今仔日三读拢通过啊，阮即马要压力要互民进党的政府啦，爱送伊个司法院大法官来解释看有违宪甲违背即个法律的所在，即马阮的压力落来要互要互这个民进党的政府，这款法律袂当实施啦。这对咱人权，也是对咱的国会民主，咱的权利分裂的这个制度伤害足大的。所以，我们压力呢，我们会呼吁，咱的政府呢，咱总统呢，唔通签署这款法律啦。这个咱听到讲，这个这个国民党的这个委员这个吴宗宪伊讲你互阮通过了，我一条一条好好解释互你听。但是我有咧想这法律顶头迄文字其实写了真简省适用的范围是啥人会使，啥人袂使，是
就犯执行是啥物定义，拢无写呢？啊，伊用解说互我听，安尼敢有准绳？不，照你讲，这伫迄个立法院啊，伫提案的时阵呢，伫迄个委员会，大家都在讨论啦。啊，民间的意见呢，嘛使通过这个，比如公听会，还是各种的这个方式，哦，传回阮的这个民意代表。意见传入去嘛？传入去，吼，互这个法案呢更较完整。啊，即马毋是讲通过了，啊，阮看无啥，伊才来解说互咱听，毋是。法律的目标目的就是讲，伊的规定足明确的，互咱人民看就知影，啥物爱遵守，啥物代志袂当违反。这是法律明确性啊，这个原则，这是从。这是他讲的法律明确性。是，吴委员嘛是头法律啊，检察官出身的啊。来讲这款无迄个无底线的、无法律底线的这个话啦。我是认为讲，伊既然是检察官出身的，应该是较高超，应该是较高明，所以伊可能是内面已经暗藏啥物物件，机关啊，搁要讲互咱听安尼。这个法律条文吼，甲迄个甲庙的经文吼无共。该签诗。迄无嘿啦，袂使安尼啦，哦。你们看就知影，毋免讲透过个登记啊，吼，还是。所以咱毋是白丁啦，我掠做讲人伊安尼讲，咱就敢若是法律白丁安尼吼，完全拢无爱请伊来该签诗啊。李老师，你认为咧？这确实啦，因为咱这个法律吼，爱互所有的这个国民一看就知影。上少是讲，捌你的人一看就知影，哦，法律写啥，我法度知影，我有法度了解。你这个法律才有法度实行嘛。啊，无你通过一个，啊，大家踮咧要，大家徛个无共款的角度去看，啊，这法律解释出来，百样，啊，无按这种的法律，确实通过，确实应该是无好啦。我应该咧讲啦。但是我这来请教在座四位吼，尤其现在这个张同学，你会当想啊，伊即摆拢是讲别人，啊，因来这个行使过度，这个权力行使过度啦，向来反映啦。这内面嘛无嘛吼，张老师。首先吼，这个立法委员吼，伊有一个心讲，哦，我要来互社会、互民众。来解说法律的条文，这是伊这个人我感觉好，这个人袂歹。但是咧，正常的国家是无需要嘛，无法度吼，每一个法律吼，拢一个立委出来解说，甲社会大众上课，这是无正确的啦。哦，这个月一年立法院的通过的法律吼，正式的法律、行政的条例、搁修正案。太济啊！重点是一开始爱定的时阵吼，就爱有这种符合这个法律的真正的法理、真正的定数，哦，这才是正确。即摆吼，我个人来观察就是，立法院吼有这个国会的调查权，这是一般的国家拢有。然后咧，民进党过去嘛有提出，希望国会。增加这种的调查权的这个条文，所以咧，即摆问外口的人民讲，国会是毋是应该有这种的调查权？我感觉一般人吼赞成的比例可能较悬。已经有这个地切啦。对，但是为什么即摆遐尔侪公民吼会走到立法院外口，吼感觉对这种有怀疑？因为咧，即摆吼根本的原因吼，可能是。立法院的国民党甲民众党吼，无法度得到人民的信任。我看吼，这是国民党甲民众党吼，这个党主席吼爱出来负责，爱出来互社会面讲吼，为什么你拄则伫新的总统起来，无几工的时间，你就爱通过这种法律？你到底你的目标、你的原则是啥物？而且吼。一定爱说明吼，爱互社会、爱互公务人员吼，讲较清楚，得到伊的信任，就是这个法吼，无可能、无法度对一般人民的正当的权利、正当的自由有限制。假使咧，
你即马国民党的主席、民众党的主席无法度做到这点吼，通过这个法吼，是你通过，你今仔看起来你是赢。尾啊，你可能会当通过其他法，因为你人数有优势嘛。但是咧，得无社会的信任吼，未来的选举，我会当保证，绝对会付出代价。亲像2014年就是安尼嘛，第一时阵就是外口人拢围起来，结果迄年的选举，国民党就大输嘛。所以咧，真正的问题吼，法律本身的意义以外，就是政治人物应该要争取人民的信任。即摆足侪人可能烦恼讲哦，这个到底国会调查权是啥物物件？可能一般人民可能较无了解。但是咧，伊可能考虑就是哦，定这个法律以后吼，国民党、南北两个政党哦，是毋是会当走较亲中？吼，走较这个真正台湾安全吼，较无信任，所以是毋是有可能吼，利用这个法吼去破坏、去影响台湾的安全？这当然无一定是安尼，但是咧，我感觉吼，国民党甲民众党吼，应该爱对这个人对台湾的忠诚吼，对这种的根本吼。爱互人民信任，趁这个机会啊，讲个清楚。安尼以后你要通过什么法吼，颠倒就较简单。无吼，你得无人民的信任吼，我感觉这才是未来4年吼，这个台湾上重要问题。不只是这个一个法、两个法，一条、两条。我看吼，这是外口的这个公民吼，拢希望国民党主席、民众党的主席两个做伙出来讲清楚，为什么你即马感觉迄个法遐尼啊需要？遐尔啊，这个重点到几工以内，你就爱通过。可能遐尔久啊，对无？这我嘛爱问李老师，你感觉民众党甲国民党是安怎爱急吼？因为赖清德总统是5月20，对，即马才20几号啊？是，伊就赶紧要通过呢。伊好啊，讲伊算人头，伊嘛赢啊。我是感觉讲哦，这有可能是要。报鸟车弯啦，因为大家拢知影嘛，1月13号，迄个赖清德当选，啊2月1号是立法院新的立法院报道嘛，是我立法委员报道，所以你想要趁赖清德就任前，就520前，就甲这个法律通过，变讲运用这个法律后摆就520以后来甲迄个赖政府咧请拼嘛，伊就摕这个法甲伊请拼。但是伊若我讲吼，我讲白若就这个政党的攻防吼，伊还佫国安5法的，是，而且国安5法佫较震动呢，对唔对？佫民进党佫较惊嘛。对，所以这就是信任问题嘛。国安的这国安5法吼，伊若要弄，应该摕这个先来弄啊。啊，所以因为是讲，我会感觉讲，因为感觉讲，我先为细项的开始弄。而且为家己立法委员的这职权行使，好先来做。变讲我立法委员啊，这个一旦这国会调查权、国会调查法那通过，我迄个权开始咧调查嘛。啊，这个开始调查，照卡存卡存手，无一定是存卡存手啦。问题上少就是讲，我靠制衡你行政院的这个权利啊。唔那是出表啊，个立委咯。啊，无进前吼。讲我歹来，大家咧讲咨询了，啊，你落去嘛是，你若讲拄着较皮的迄个部长，咨询了我拍屁股，我就走啊，我管你讲啥。我绝对是赞成讲，这个方向吼应该是对，但是咱来看这个争议内面吼，就足济咱节目内面讲2、3届去啊啦，讲到的政治点吼，藐视国会罪啦，内面吼政治啥物呢？讲啥？反质询甲藐视国会吼，无经明确的要件啦。这小咱张同学，你学公法的吼，你会当甲咱讲看卖。未限定的适用的场合啊，嘛无限缩吼，适用的范围甲调查相关啦吼。啥物叫做社会相关因素？吼啊，而且你要成立的这个调查听证会也好，还是调查小组特别调查小组。人国外是安怎创，伊嘛无明确的即个细节啦，吼啊！我感觉上趣味的吼，伊讲吼违反规定的这政府人员，主席的质询委员提议吼，出席委员5个人以上人数，或者是附议吼，经过议员会决议，
以上就大罰或者是停屆，吼而且阮5個人投票，阮這班班會決定講5個人投票，講你袂使，你唔對，你就掛牌甲你畫紅字。是我睇到一個明確，即咱也許可能來問詹老師，就是講立法委員呐對無唔對，因就講阮權力會站陣。若一旦你無站陣的時陣呢，因就講無你著用選票來甲制裁我，但是我4年等一擺。哇！到時陣我4年，哇！你真正會火氣，我要先請教的張同學。伫阮即種讀公會學生來看，即個法律啊，就是阮最簡單會看到一個問題，就是法律的明確是關鍵。因為阮讀憲法的第一檔啊，就會講以前有一個大法官解釋，叫做702號，就是如果你做老師啊，你行為不檢，你就袂使做老師。如果我是老師，在場嘛，足儕老師，啥物叫做行為不檢？你年頭章是毋是行為不檢？你甲查某學生談戀愛是毋是行為不檢？這就是足歹確定的啊，就是上海攏老師你要說，較危險，係啊，就是這是一個無確定的法律的定義。所以咱5個投票講對，張老師行為不檢，伊就行為不檢，我送停屆，送以上。佫來去關，安尼就會變成安尼。就是阮即擺看這個法律，就是足儕這種問題。如果無論你是學生還是做便利商店打工，還是你咧做啥物各行各業，你都無法度確定講即個法到底會關到你無？這就是一個無確定的法律的定義。所以對阮來講，毋但是阮讀公法的學生，對一般的社會大眾，其實攏是影響足大。其實足儕人攏毋知影影響足大。第二個問題是，因為即擺支持即個法律的人是國民黨甲民眾黨的立委嘛，但是大家攏無想到講，因為立法院是委員會嘛，委員會就是白色的啦、藍色啦、甲青色的，攏有可能會做着招委、做着主席。即擺如果民進黨的，伊對可能無介意伊的政黨還是團體啦，叫來問，我甲你修理。對，我就甲你修理，因為即擺有國安法嘛，是足儕里長會去中國受招待，即擺就叫來問，敢講大家敢袂驚，所以我就感覺講足奇怪，為什麼人民會使信任國會，要互伊遐爾大的權力？我其實是足無了解的。就一般，若是講你若真正有違法，還是違反，應該是檢察官去起訴，還是攏人民檢舉，警察去發動着調查，以上法辦嘛。就變做講這個立法院兼做法院就去做。對。這是明確性，甲越權啊，這是算作行政權，是立法權去侵犯到這個司法權咯。是安尼嘛？是安尼，對。但是呢，我他想到。我要請教詹老師，敢有可能這種即擺講愛提起學醫啦，即個釋憲啦，敢有這種可能性？說民進黨都規矩將計就計，我來提出修正案，我來對這個法案來推出着修正案，敢有這種可能性、可行性？這定數上當然理論上會當有這個可能性，但咱看咧現實啦。即馬這是國民黨甲民眾黨提出的法案，伊敢有可能？即馬是多數啊，敢有可能家己同意的這個法案，家己推翻，還是講到時陣棄權啊？怎啊？我覺這可能性足低啦，因為尤其是這個法案哦，引起咱社會這麼多的注意吼。敢有可能講？這個本來提案的這個政黨和民進黨伊的反對黨伊的對立者來修正伊的案，然後自我否決。我感覺這在現實上較無可能發生。老師，我的問案的意思就是講吼，即馬敢若兩台火車吼，就要燒龍嘛。是。他張老師也有提出啦，李老師也有提出講，無你就政黨的主席出來講。也許即馬咱講上好的劇本啊，三黨包括賴總統也變做賴主席，三黨出來講好，咱就愛夫婦的將來，嘛免咱要將來，咱就提一個修正案，這個行政院嘛提一個版本，民進黨提一個版本，咱提一個修正案，大家鬥相，這個政黨協商的時陣來安尼，就頭前有一個鋪陳吶。再來用安尼，你感覺有可能性？這他我有注意哦，去報中交有講
罗总统啊当选到即马拢还未无。你无来找阮讲？是啦，我是认为讲吼，因为过去的总统拢会讲若是兼即个执政党的这主席，拢会先甲大家拍一个招呼，说的，说的吼。啊，罗总统吼，即届是无即款的做法，所以咧，这在野党伊当然想讲，我即马伫国会是多数，互你一个面色看啦，可能知影讲你，我认为吼，这个立法吼这么仓促啦，本来是5月17都要过安尼。5月17就要过啊！是要抢迄个5进就要通过，要互你歹看啊！迄就是要互罗总统下马威啦。哦，所以我是认为讲，之前嘛有记者伫问我这个问题，我嘛是认为讲，罗总统做罗主席哦，较早的吼，较在野党的主席，毋是副总召啦，哦，较在野党的主席呢，对即摆咱国家哦总体这个方向，政治的看法吼，有一个一个交换意见，交换意见，嘛再缓和一下吼。咱即马迄个立法院以来吼，在规个这宗教引起的有影迄种心情啊、相拍拢无咧站的呢。是啊，所以我是认为讲，这个讲法是有伊的道理啦，吼。若是讲这个总统甲这个在野党则讲好，定性这个立法院的这个吼，不论是修法还是啥物啊定数，安尼大家有共识。互社会大家意见来讨论，安尼无咧讲吼，对即摆的即个问题有一个互即个在野党有一个民主啦，吼。嘛，楼梯通落来。系啦，安尼代志无咧较是较好解决。较圆满嘛，无安尼是要抢个人是。系啊，部宗教因讲啊，较明确啊，吼，就是伊需要一个。伊咧甲伊反映啦啦，吼。李老师，你认为咧？是啊，确实啦，因为吼对即个在野党来讲啦。罗清德，莫讲为1月13号到520前，伊拢无找在野党咧讲话。哦，之前伊可能感觉讲，因为蔡总统搁低个嘛，所以歹势，去甲因拍招呼。为即摆已经是总统啊，照你讲啦，你若希望讲你未来4年即个施政、即个行政你推法案啊，所以政策踮咧立法院用个受到即个支持。你上少你嘛要加迄个在野党的主席，2党的主席拍下招呼，因为这个我讲政治就是一个艺术嘛，大家拢知影，政治是一种艺术，这个艺术就是讲你的手腕你应该做甲安怎，莫讲我是总统，所以我甲恁在野党讲个坐落来，我敢要下民主，其实嘛无啊，因为你嘛是。这个执政党的主席嘛，所以你用主席的身份，甲2个在野党的主席坐落来，好我讲一下讲我未来4年我要安怎做？大家有啥物意见去交换？针对即马国会即马发生的代志，看要安怎会收煞嘛？要安怎收尾？无若这样就倒落去，若这样讲你若讲国民党啊、民众党的合作，若这样合落去，你保证你赖政府？后摆未来4年，这法案来先，我想足歹过。你嘛袂当望大概拢有少年的围伫外口吧？对啊，张老师，我了解是安尼就是罗总统伊做一个政治人物会当讲是身经百战，所以咧，伊去这个甲在野党的主席谈还是面对立法院我个人的了解是，伊完全是无要惊。而且伊本来就有足好的经验，但是即摆问题，我个人的了解是嘛有人建议罗主席，你就会当去甲在野党的主席去谈，因为蔡总统是总统，是5月20以前伊是总统嘛，袂要紧。但是咧，国民党的主席嘛，毋是公敌嘛，嘛毋是公职嘛，伊是普通人嘛，是政治上。一般民众嘛。一般民众嘛，民众党嘛是，所以咱3个拢是一般民众嘛。所以咧，谈是无问题，但是咧，我了解是这个建议罗总统当选人是无反对，但是咧，有人讲，好，你即马甲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先生讲话，这无问题，但是问题是国民党的意见，敢是你甲伊讲的以后就准算？国民党内部是毋是主席
会当100%命令立法院指挥立法院，这嘛无一定啊。啊，无一定是无一定，但是有效果无效果，总是要做看嘛，才知影吧。所以咧，我了解是这种的讨论吼，到底有效果无效果，有准绳无准绳吼，这个讲来讲去就过下个月就过去啦。但是咧，未来我也是赞成吼，就是总统嘛是执政党的主席，就应该会当互任何人吼沟通。这是应该啊！我做总统，听每一人的意见是正常嘛。所以咧，来到所以张老师，你认为讲三党主席见面无适格，对着赖总统来讲，其实无适格，嘛无讲安尼真歹民主，啊无失民主。完全无啊，因为一个党的主席至少伊嘛代表一个党嘛，这个党嘛是几下100万票嘛，所以甲伊谈讲问题。总统每一天伫总统府见的人嘛是足济啊，一般企业家啊、外国的这个代表啊，还是啥物优秀的啥物运动人员啊，这种拢足济啦。所以咧，你见这个在野党的主席，甚至咧建立一个沟通的机制，一个月大家开会一遍，敢有要紧？人绝对讲你好啊，所以这个我感觉是无问题。重点是啥？重点是吼。每一个政党吼，爱提出啥？提出诚意啦。你来讲，就是真正讲了以后吼，做出啥物咧答应啥物代志，转去爱做会到。第二咧，基本上我感觉台湾的内政吼，任何的代志，我感觉拢会当改变。亲像以前总统无民选嘛，免民选嘛，结果台湾省嘛废掉嘛。台湾的内部，我感觉做一个民主的国家是任何的代志都会当谈，但是三党还是多一个党的这个讨论吼，有一点基本原则应该要确定，就是台湾的主权独立甲民主的自由吼，这袂当停当，这袂当停当。就这个框架以内吼，任何的代志其实民意爱安怎改就安怎改。我是认为应该安尼，拢应该有提出这种诚意。你袂当讲好，国会调查权我提到，我假使是真正去监督政府的无作为、公务人员的这种的这个乌西，我赞成。但是咧，你假使是提到国会的调查权，去甲中国或是台湾的敌人去合作，这袂使。这一定要有一个基本的原则要确定。假使基本原则大家拢有共识，其他咧增加立法委员的权力，互立法院的真正的这个较正常化。亲像民进党嘛讲好啊，国会调查权爱有，我赞成。但是咧，你有调查权，你权力是不是变作较大？亲像头拄仔刘同学嘛讲嘛，民进党嘛有这种调查权啊，嘛唔是你国民党尔，我做民进党，我做委员会主席，我嘛会当叫人来问啊。所以咧，真正立法委员的财务。立法院的这个阳光法案，是毋是这个行为吼，爱接受愈较侪的法律的监督？立法院的助理，袂当讲即摆足侪助理吼，嘛袂当讲足侪啦，一部分吼，伫地方上是啥物款，我想大家拢足知影。即种人嘛爱管理，所以咧就是你权变较大袂要紧，但是咧，你咧即种的行为。你咧这种法律的规定，你咧财产，人家规定啊，有权利就有责任啊，敢唔对？我看吼，民进党也是提出这种的看法，然后咧增加权利，爱配合任何增加的责任，互全民全社会共同来讨论。我感觉这是较好的办法，无你即摆较正面啦，对，较正面，无即摆你通过外口大家抗议。无结果啊！你是毋是要执行？你讲车大法官去释这个释宪5月24号吼，大法官提出这个今年123年的第5号 Number 5第5号的解说，因为过去有一个人去批评咱的外交人员啦，因为迄个讲咱的外交人员足烂啦，结果咧就互检察官起诉。就讲你是误用公诉，结果咧，
互判刑5个月，无足重的，但是互判刑人就申请大法官解释。谢宪，谢宪。结果咧，大法官做出解释，就是讲，你批评公务人员的职务，你讲伊执行职务足烂，这是言论的自由。刑法140条讲，你袂当批评公务人员的执行职务足烂，这是犯罪，这是违宪。所以咧，我看吼，即摆民进党讲，你这个法提到大法官去释宪，就讲吼。你即摆立法委员叫公务人员、叫人民来调查、来骂，我看吼，即种会互宣判违宪的可能性吼，真悬、真低、真低。因为一般人批评公务人员讲你种烂，吼，拢无违宪啦，吼，你即摆我拢袂当处罚。我讲我是立法委员，你叫公务人员来讲，吼，你应该安怎做，应该安怎做，哦，然后你也接受我的调查，这真正会违宪。我看吼，至少。嘛，毋是用即种几下个月以后，甚至于几下年以后，佫会出来结果，哦，去解决即卖问题。我感觉嘛无。即我要问张同学，你敢有认为讲这有违宪啊无违宪？因为这第一，司法权甲即个立法权中间应该是互相要有站接嘛。对。吼，啊，我来判断讲你有侮辱我，我有侮。就我会感受讲你有甲我侮辱，但是甲我会当判定你甲我侮辱，这是两回事咯。因为即摆大法官解释嘛，有足侪号是针对公然侮辱，啊，佮有妨害名誉来做解说。因为讲我甲你骂啊，骂到啥物程度，网络顶悬都有一张图讲你骂啥物歹听的话，嘿，都是有即种的。啊，我是感觉讲即摆即个法律的危险是主要是法律明确性原则的问题。因为毋管是一般人毋知影会甲即个有关系嘛。啊，如果我是法官，如果我是检察官，啊，人就是因为即摆是立法院职权刑事法要3度啊，啊，即摆还有刑法啊，要有3度。啊，如果即个嘛3度落去，啊，如果我是检察官，啊，人来起诉，安尼我要安怎？我都毋知影即要安怎判嘛，啊，毋知影要起诉还是无爱起诉。啊，如果真正起诉，啊，法官要安怎判？啊，如果判讲有问题，啊，搁爱释宪，啊，其实这就是一个无法度解决的问题，都是因为讲即摆法律如果无定甲足明确的，都会产生着足侪新的问题。啊，更倒来拄仔讲是讲赖清德总统无爱甲在野种对话的问题嘛。我即边少年人是感觉讲，因为我家己嘛有伫公民团体，因为阮嘛是会感觉讲，因为即摆是第一个会期，啊，第二个重大的法案，就即个国会藐视罪，啊，就搭国民党啊、民众党甲民进党有遮尔大的冲突，啊，我就会想讲，啊，如果即摆才第一个法案尔，啊，但是讲民进党甲国民党，阮先莫管民众党的看法，因为拢无爱去投票嘛，阮少年人安尼感觉。啊，国民党甲民进党其实足侪法案，因嘛是有会使有迄种讨论的空间。都是例如讲，少年人就关心青年基本法，啊，无就是一寡交通啊、安全啊、健康啊，即马还有医疗法案。其实足侪法案拢是会来讨论的，但是即马在第二个法案讲到遮尔大的冲突，阮就会烦恼讲，安尼有一寡进步的法案，是毋是以后都是先看民进党还是国民党，再来决定讲要来杀？阮是其实会烦恼的是即种代志。哦，这是政治效应啦吼。但是关于着这个违宪无违宪吼，张老师你的看法的，就是讲我会当来侵犯着我这个司法权，而且我来定义讲你这有藐视啊无藐视，有侮辱啊无侮辱，敢会使安尼？还是讲啥人有人会当讲站责讲，哎，你这有范围，有范围就会使吗？敢是安尼？这其实吼，这上大的问题，确实啦，像迄个张同学讲的，明确性啦，啊，比如讲，这个那是这是刑法，啊，刑法，咱一般来讲就是检察官起诉，啊，法院来判决，啊，而且啊，一般来讲是3级3审，啊，所以检察官爱来这个立法院以上，那像咱即摆看袂出来是讲。立法院是直接移上法院，还是送去地检署，检察官来调查，还是安那，这个定数拢无写，看袂出来。啊，另外呢，外国这个调查官甲这个藐视国会罪结合来看其实甲伪证罪啦，迄个性质是共款的啦。虚伪作证。对，所以迄个听证迄个调查是有司法的性质，对。所
所以迄是一个严谨的一个程序啊。比如讲，以美国来讲，毋是讲任何国会议员都使开这听证会。开一个听证会。伊边啊一定有一个司法人员专家来帮站啊，这个调查程序啊，啊，怎么进行啊？咱即马吼，咱调查官还是听证权的这个程序法，即马看不出来啊，是按那来进行，所以这会变成说，任何一个立法委员，伊若要讲要开听证会啊，叫伊的共党的大少少的。啊，就叫人来问话啊！啊，叫人问话啊，搜出资料啦，伊拢叫搜资啦。是啊，对啊。啊，这毋是干那迄个呢？政府人员呢？这个伊调查事项相关人员呢，包括社会一般人数、有关系人数啦。是啊，所以这什么代志都变到一大门，而且呢，用这么重的这个法律来处罚，也违反了这个比例原则啦。哦，所以我是认为讲哦，这个我们公东盟哈是。赞行这个国会职权的改革了哈，比如讲这个调查听证，我们是赞成适度的那个规范，啊，不过不是按你定的啦，按你定吼，天下大乱，变到立法委员跟他国王同款的，什么生杀予夺大权拢伫个手头，这就恐怖的啦，所以而且吼，你来头仔咱讲着，咱即马台湾甲迄个中国啊，即马关系吼。这个经济的关系就密切，但是伫政治上那是对立的，吼啊，比如讲咱国会外交国防委员会要调查即马这个军购案，唱水感，对啊，咱第一点啦，这个咱国会议员，这个外交国防委员会委员休会时阵都会使去北京去旅行啊呢，即马无任何的限制呢，公都盟公。报备，或者是说你的去国外考察和报告要上网公告，让大家来看。这国民党我不赞成呢，而且党团用这个方式背个公都盟啊，所以这样就恐怖呀！伊即马各位这牵涉到咱国家安全的那是重大的这个议案，伊要发动这个听证权。安尼，那什么微博的？有得个老师，恁就叫搜出资料咯。你嘛社会有关人士。是啊，对，所以忠实陈述哈，该迄个伪证哦，要忠实到什么程度？这比例是至少到位啊。对，所以吼，若是讲，和这个国会议员、立法委员来判断这个法律免来用，我感觉就担心的啦。上好是真正的迄个司法。专家司法官来做这个代志还是讲伫迄个司法官的这个班长之下来行使这个严谨的这个听证调查安尼我觉得咱社会还比较能够接受啦。那是像这么这个做法比如讲啦，咱一般的欢迎这个程序，咱被告拢有缄默权啊，咱会当袂讲话拢会使啊，即马。这刚有缄默权，而且查着书嘞，我不查，还个同意的。我去警察叫要叫我去问，我就使叫律师啊，去立法院访问，出些同意。那有这款代志？这我实在是想无，现在有当来自决一般的法律系统啊，这我实在是想无。李老师，你认为？是确实啦，因为吼，你若要讲这个立法委员，伊想要家己有这个权力。要去调查，要去什么，要去做代志时，相对的吼，对伊的行为嘛要有一个法律的规范。照你讲是安尼啦，因为你既然有这个权利，对你行使权利的迄个人，照你讲法律嘛要对你有规范。哎，说唔爱卖讲限制嘛，要有这范围。对，这个范围你不能为所欲为，毕竟咱是民主国家，咱唔是皇帝制嘛。你讲以前，皇帝，我想要做啥要做啥，你无人去反对。然后英国国会大家拢知影，英国国会咧讲嘛，除了把男变女、女变男以外，英国国会什么都可以做。因他自己知道，这几百年来，伊家己咧行使行为的时候，伊嘛家己有一个自律，一定爱有，因嘛知影应该不用现在走嘛。
对不？所以咱即摆看现场，因为三读通过啊吼，即个民进党党团干事长吴思瑶咧讲话，咱来听看没？不要报复人民，你想报复民进党，也不要报复我们热爱的国家。韩国瑜院长，你担任院长不过3个月的时间，但是您创下过去立法院30多年未曾有过的国会恶例。就以这一次国会扩权法案的整个失灵失序，黑箱桥条文透明公开在哪里？就连刚刚的3读程序，我们再一次看到3读也在搞黑箱，最后一刻修正文字也没有送文件，也从来没有看到3读还可以改文字的，程序不正义。民主的审查全都失灵，议事不中立，议事规则会转弯，表决不公平，一路做票做到底。这不是国会改革，这是国会文革。各位朋友，我们不要放弃。咱今摆听到干事长吼吴思瑶所讲话吼，那么张老师他都因所讲啊，连三读的定数上后尾。要修正文字的时阵，也无即个纸本的版本，通好来看。啊，这唔知是发生什么代志，张老师。所以我头拄仔就讲吼，立法委员的权力爱增加，伊的责任嘛爱增加。即马吼头拄仔吴思瑶委员讲的吼，其实就是立法院对于立法院表决任何法案的定数吼，本来就是足侪问题。以前呢是民进党可能较有规矩，吼较袂乱，结果咧，这个问题拢较无出现。即马咧，假是爱乱，吼，假是爱无规矩，就会当安尼做，因为伊无法度甲约束。所以咧，我个人的感觉就是，第一是民进党伫过去8年吼，伊是国会的多数，但是咧，伊对于立法院的即个职权的行使吼。这个国会的这个正义吼，讲实在做甲无够啦，所以咧，即马吼，伊无多数以后就互人夹，吼，互人欺负。照我看头拄仔吴委员的讲法是感觉足互欺负的足惨的哦。我看吼，这个就是任何的政治人物爱家己想吼，就是无可能去期待永远每一个人拢是善意，吼，这是一个。而且咧，吼，你讲吼，这个。即马表决的定数足侪问题，安怎吼，好袂要紧啦。伊完全照应该有的定数，应该有讨论，但是伊人数较侪啊。我看结果嘛是共款，所以咧重点应该是抗议以外，互人民表达意见，这种足好。但是执政党哦，民进党哦，应该爱紧来提出。你是伫即种新的规定以外，以后安怎互台湾的政治吼，爱用较好？这是你作为一个行政权的应该责任。亲像吼，你讲好啊，这个互立法院调查的时阵是袂当请律师嘛？其实想嘛知影，因为你伫法院的时阵，检察官、法官问的时阵，你会当请律师吼，是因为伊。检察官、法官拢法律足密的嘛，所以你请律师来讲，就是伊袂惊输嘛。但是咧，你即摆立法委员做主席，叫你来问，你请律师，伊会输啊，伊无一定啊，你要专业吧？惊这无效啊！你来个请律师就坐边啊。对啊，请律师，我讲我卖讲话，律师代表我讲话，结果讲无可能无2句，我做立法委员主席我就输啊，因为毋是每一个立法委员做主席，伊拢是法律的专业嘛。啊，无一定每一个拢是司法官，无几个立法委员是司法官。啊，你法律袂使安尼定啊。所以，这个就是吼，未来我看民进党应该就是伫行政权的部分，安那来协助人民去面对这个新的立法院啦。而且咧，第二就是应该吼，就是爱考虑就是政党之间的这种的协商吼，应该要开始啊啦。你出来叫人协商吼，不只是赖清德主席吼，爱出来互立法院外口的人民吼，爱来讲较清楚，面对即马的局势，
袂当放大家伫外口，这个这个抗议啊，抗议啊，应该是你即马做一个总统，你即马做一个政府，你要提一个主张，提一个办法，然后这个主张、这个办法吼是一个公平、公平、公开的。我就是提这个主张、这个办法去甲在野党去讨论，吼，这才是正式嘛。毋是讲吼，我即马我阁期望哦，这个是毋是未来的协商吼会当继续？其实无可能。然后对外口的人抗议吼。又亲像讲好啊，我莫讲足接近的，毋是我发动的，啊，安尼甲在野党讲，争取在野党个善意讲啊，这毋是我发动的，伊家己来的啦，啊，这个所以吼，我会当讨论，袂当讲即种方式啦，一定要提出一个正式的主张，正式的方式，过嘛好，无过嘛好，选举毋是即边尔嘛，毋是讲台湾明仔载就互中国统一啦，继续阁有选举，输即边嘛赢以后啦。但是对在野党来讲吼，嘛爱真正是面对社会的这种不满啦。你讲你有这种权利啦，吼，你要叫什么人来问，叫什么人来骂，当然未来是你的权利。但是你嘛要考虑啦，民意吼，你即马私设行堂吼，逐工拢在私设行堂吼，你以后是毋是要继续要选？我看你家己跑嘛爱知影啦。对，张同学吼，恁后伫中华，伫立法院的中华有咧参加活动吗？有，我对17号、21号、27号，甲今仔透早，我嘛是拢对立法院来的。嘿。是。那么在今仔日三读通过了后，你敢会亲像詹老师想的共款讲，要继续甲这压力转互民进党，叫民进党来创什么，还是讲无咯？爱兵分三路，一路爱去甲民众党讲，一路爱去甲国民党讲，还是讲恁还佫有其他的想法？阮其实伫这4摆的活动内底，其实拢在想一件代志，就是阮除了阮公民团体、阮学生一般人伫外口安尼有压力了后，但是内底民进党委员会使佫做啥物代志，会使无互即种三度的代志发生，因为阮结果还是看着拄啊三度啊啦，阮都会想讲安尼阮。伫外口的斗相共到底有厝偌济的困难，阮嘛其实嘛毋知，因为这4摆其实嘛真正是最忝的，因为对透早到暗时啊，佫落雨，结果还是3套，所以阮其实嘛会感觉失望，嘛是会感觉讲安尼了后会使佫做啥物代志，而且即马就算讲阮即马用行政院复议，要毋过民进党都投票都是会投输嘛，投输了阮要安怎讲？甲适限适限佫干足久的，即个法律就是安尼囥咧遐，安尼阮其实了嘛毋知影要安怎做。如果真正都发觉讲这无危险，安尼阮其实嘛会真正足烦恼的，嘛是会感觉讲。安尼一摆压力，其实压力嘛足大的。公民团体平常时嘛有足侪代志要去注意啊，有环保啊、人权啊，佫有足侪代志要做。无法度全部的时间拢伫即个立法院的法案顶悬，而且佫有后一个战场要开始开啊。所以阮嘛会感觉讲，除了外口的公民团体甲一般社会大众安尼继续拍拼了后，民进党、执政党、行政院遐应该嘛有对策。去想讲刷落来要安怎做，毋是讲靠外口的团体来讲，嘿，袂使拢直直讲外口10万人民意是安怎？因为其实台湾2400万人，10万人其实嘛无足济，所以这个压力才会无伫民众党甲国民党的身上，阮才会无法度去主动这个代志发生。是，詹老师，这大家国家代志也拍种足济啦，即马落来，即马三读啊，吼。即马落来就是讲，等看是总统要签署还是无要签署，这是一个关键。另外就是讲，行政院要退回立法院无，还是讲要送司法院？落来吼，就变做是一个迄个法理啦，辩论啦，这吼，这可能咱的群众吼，咱即几工已经表达咱的看法啦。我想这个总统啦、行政院啦，还是讲。民进党啊、国民党啊、民众党，这领导者、这委员，拢足了解，应该拢足了解，无了解，转去慢慢研究嘛，知影讲咱民众的诉求是啥？诉求就是讲，咱的国会立法程序爱照步骤来，多数尊重少数，少数服从多数。然后呢，这个法律的争议呢？咱的制度内底，咱的宪法制度内底有解决的方式，都是即马吼，都是大法官来辩论，所以我想讲，毋是即马说落来的代志啊，可能无需要
大家搁去包围这个立法院啊，即马就进入到这个专业对啦，专业这个辩论啦。所以吼，比如讲，咱的法律的研究生啦，哦，法律的教授啦，政治的教授啦，大家好好来研究这个法案。我相信吼，这个大法官的解释绝对啊，无可能讲违背这个宪法的基本的法律精神。对啦。哎，李老师。是，确实啦。大家拢讲到一政党啊，国民党啊、民众党，敢就话搁爱做啥物？即马来讲吼，对于国民党跟民众党来讲吼，即马你来讲三读计啊嘛，你后摆落来甲民众解说讲，你通过这个法案，这个法案为什么重要？为什么接紧？为什么还点要这个时间点就应该过？你后摆才好清楚。